继续来看高雄地区，为今年7月到今，这个落雨量比往年减5成，这嘛互高雄来进入到水情提醒的青色的灯号。啊，那嘉义甲台南目前嘛进入到减压送水的黄灯。虽然讲南部地区目前用水还阁算稳定，但是今年若是雨水阁落无多，这个水情恐惊会更加紧张，所以要请大家爱较减仔用水咧。 洗菜阿花洗手，事事行行拢爱用水，毋过嘛爱开始省水。以南部地区来看，站文水库是红灯，跳水率14.9%；南化水库状况有较好，跳水率56.8%；阿公店水库跳水率61%，各伫大水期，雨量也是真少，嘛互嘉义、台南地区拢变做减压供水的黄色灯号。今年的水情相对的严峻，所以现在目前我们离峰 的时间就从晚上的10点到凌晨的6点。大水期再加上去年风太少，予水情真紧张。蓝水局启动蓝水北送去台南地区的水库，不过高雄地区去年7月到今，雨量嘛比过去减5成。今年可能也会面临到所谓的反圣婴年，它的降雨量也会偏低，所以我们就是说，在之前我们就把灯号转变，也提醒民众来真的 实时的节水，日日的节水，然后我们来共度这一个枯水期。日常生活嘛要加省水，才会使互珍贵的水资源会使用甲搁较久。